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潮辦。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豪仔，今日為大家推薦線路團號 LHB028 美國維多利亞系列5星郵輪海雷號長江三峽湖南長沙張家界湖北恩施宜昌兩省聯遊高鐵6天團嘅。咁我哋呢個行程嘅話呢，係一個專享之旅，選乘長江郵輪中唯一由美國郵輪公司經營管理嘅船隊，美國維多利亞系列郵輪5星郵輪海雷號，2晚連住江景露台房，細緻漫遊長江三峽，可以俾大家隨時隨地咁欣賞美景。咁仲有我哋嘅郵輪度假，特別升級享用外籍行政總廚指導郵輪自助餐，中西美食任君選擇。咁我哋仲有睇埋我哋嘅三峽風光啦，舒適咁穿梭長江三峽，領略世紀工程國之重器三峽大壩，俾大家親身體驗世界之最5級嘅船閘嘅。咁潮玩必遊，咁我哋一定會去到呢個一次暢遊2省湖南72期樓骨子洲頭，仲有我哋嘅湖北恩施大峽谷三峽大壩。咁我哋呢個行程仲會全程係食足15餐嘅，聽起身係咪好吸引呢？心動不如行動啦！快啲叫埋你哋嘅親朋好友過嚟一齊報名啦！